有時出街又唔使下下都孭背囊嘅，鎖匙、電話、銀包，去旅行頂盡加埋 passport 尿袋。今日整咗幾款 sling 介紹俾大家睇。Evergoose MHP 3.5 Mountain Hip Pad 用翻佢哋自家研發嘅布料，都有佢哋背囊透氣嘅背墊，簡單有3格，最貼身會放鎖匙、電話、銀包。主格裏邊有個拉鏈架，驚俾人偷嘅嘢可以放喺裏邊。主間格個空間都好大嘅，1 lit 硬水樽都可以放到落去。出邊個 Quick Access 係攞嚟俾你放風褸嘅，機能性比較強，我行山都會用佢。Bellroy Light Sling 4 lit 7 lit 得2格嘅啫，前邊有2個袋仔同埋條 key loop。17主格可以放到11寸 iPad Pro， 入邊呢格俾你放貴重嘢嘅，呢個位俾老婆放 AirTag 嘅。Coke of Bell Export 第2代最多格數一定係佢啦，用咗 EcoPad 面料，防水有一手。主要有3格，銀包最貼身啦，一定係放呢格。中間呢格3個網袋，出邊主格有 key loop 可以隨時掹出嚟，唔夠裝可以隨時 expand， 多個拉鏈格可以 access 到主袋。左右兩邊有2個小袋子，你又會裝啲咩呢？有 Fitlock 扣 Stabilizing Strap 等你踩單車唔會兩頭揈。最後 Peak Design Outdoor Sling 全場最輕，1個拉鏈格睇晒，個袋防水比較強。網袋加 key loop， 後邊呢度開放式嘅，放包糖好啦。拆咗條帶可以攞嚟做胸袋嘅。今日介紹咗4款，我自己咧一定揀 Bellroy 啦，因為我出街一定要帶部 pad。你哋揀 Sling 又有咩 preference 呢？